Hello 各位，呢個景觀靚唔靚仔啊？睇翻個出邊嘅景先，成個澳門島啊，望晒啊，澳門塔以及西灣大橋盡收眼底。樓下咧就係華發商都啊。咁呢套咧係華發及澳新城嘅2房單位。咁呢套單位嘅咧大約就係72平方，大約760尺左右啊。從入門開始同大家介紹，入門嘅右手邊咧，呢邊係一個廚房位 U 型嘅設計。點解咁暗咧？因為而家係晏晝5、6點鐘，同埋咧佢今日冇太陽，以及燈都冇開，所以會暗少少。交標俾到大家嗰時咧，大家見到嘅呢個天然氣嘅熱水器啦，包括呢啲櫥櫃啦，呢個係煮食爐嚟嘅，包括抽油煙機都做好晒俾到大家啦。客廳嘅話咧，大約就係有3米3左右嘅開間，包括中央冷氣機啊、新風系統都做好晒俾到大家啦。咁啊，房間其實都好明亮嘅，大家睇下冇開燈嘅情況下，一樣有暗光照入嚟，因為加唔到太陽，大家都睇到啦，係咪先？呢個擺張6尺嘅床都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呢邊咧係廁所位啊，廁所嘅話咧就暗少少啊。咁啊，最後咧入翻我哋嘅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嘅單位主人房嘅景觀咧都係望翻啊成個澳門島嘅景觀，包括頭先個客房都係一樣嘅。呢套單位嘅話咧，首期咧就20零個左右，月供嘅話咧就係2000蚊左右啦，就去立低㗎啦。國慶有特價，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，注入我 WhatsApp 同埋我 WeChat 號私信我。